为着要让偏乡的囡仔有机会来接触世界级的艺术作品，广达文教基金会是提供高雄永安的微型角色28位伫学校来展览，学校佮鼓励学生囡仔用台语来消解这话，那么做伙来听看卖。这摆堂已经5000几张啊，是爱情几种内八门的目标。导览员用台语甲大家消解这幅图的特色甲创作理念，不过要甲一寡艺术专用的技术用台语顺顺啊讲出来，不是遐尼简单的代志。高雄永安的卫星国小是去年7月开始推出这个计划，拢总28世界艺术大师的作品。囡仔对了解画作，去美术馆看人安怎导览，一步一步学习。其中讲台语是上大的挑战，因为囡仔甲老师会当讲是对零开始。你较早是台语完全了讲晓，就无敢讲，讲啊，就无好听。啊，即摆咧有进步啊，进步。因为我讲台语毋是讲的遮尔好，啊，妈妈拢一直甲我笑。啊，即马我就是参加即个活动以后，我感觉我讲台语有较好啊。伫迄阿公阿嬷的身躯边，围伫遐一直问，即句安怎讲，迄句安怎讲，然后伊感觉即个亲情间的互动啊，然后佫足有趣味的。卫星国小全校只有9班，学生人数172人。这摆选出8位学生做导览员。校长讲，透过活动，伊希望技术若是进入校园，佫会当带入社区，所以伊嘛有囡仔去乐龄中心甲时代导览。这款互相学习的方式，若培养囡仔自信，时代也得到陪伴。惊这时代听无，所以咱这个囡仔吼，多透过这个活动，会当含厝人的爸爸妈妈哦，甚至请教这个阿公阿嬷，要安怎讲呢？因甲听有。将语言的推广结合艺术分享，卫星国小的活动，若互囡仔认捌到世界名家的画作，也个台语得到传承。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场报道。